哎，我三哥一看你掉到水里，就奋不顾身的救你，还不谢谢我三哥的救命之恩呢。我凭什么谢他呀？明明是他坑我，好不好？非让我展示才艺什么的，哼！自己笨得像只猪，还赖在我身上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天天欺负我，今天还害得我差点没命，还说我笨。是，我是笨，我最笨的就是明明逃走了，可我却又回来了。我最笨的就是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谢言齐，你要真这么討厭我，一刀杀了我得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们小两口先聊，我改日再来啊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谁小两口？你误会了。谢言齐，你就给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快把衣服换上，病了可没人管你。你说你也是，怎么能这么不分轻重？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怎么办？我也没想到，表哥他会那么着急的去救那個尹晴柔啊。即使是你表哥没事，可萬一那個尹晴柔有個三長兩短，老三還不埋怨我一輩子嗎？姑姑，你說過要幫我的。我是打算讓那個尹晴柔知難而退，可我不是要她的命啊。下回絕對不允許再這麼胡鬧了，知道嗎？我知道了。靈齊王到。表哥，兒臣參見母後，晴柔已無大礙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快去喝些湯藥吧，萬一病了怎麼辦？小秋子，不用了，兒臣來是有話要說。尹晴柔是我魏國門的王妃，就是我謝言齊的人。當今世上，只有我一人可以讓她受委屈。母後，今日就請您給兒臣做個見證。從今以後，無論是誰，若是與晴柔為敵，就是與我謝言齊為敵。我的話說完了，兒臣告退。表哥，你看你這下怎麼辦？胡鬧！這個謝言齊真奇怪，對人忽冷忽熱的。你說他要對我好吧，那不應該送我到這個破地方來活受罪啊。你說他對我不好吧，那幹嘛還跳下水救我，還給我送衣服、送補品什麼的？古代人的思維真奇怪，煩死了，煩死了。完了，我難道要感冒？這可是在古代啊，萬一得個肺炎什麼的，那可是不治之症。哎呀，既然沒人可憐我，那我必須得對自己好一點。要不先洗個熱水澡？哎，不行，沒有木炭啊，這怎麼辦啊？皇後娘娘，跟他借的，他肯定不在乎。哎呦！原來邱老頭得了風濕啊！今天降溫，這陣兒肯定是犯病了。難怪上次見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活該，誰讓你老欺負？不行，尹晴柔，大人不計小人過，你要是就這麼走了，那不就和邱老頭一樣了嗎？邱老頭，算你走運了。
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出去！你的小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哎呦！等你腿好了，你再说说也不迟。哎，你，哎呦，风湿什么的最头疼了，恨不得疼起来两条腿都不要了。你这算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是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哎呦！等着。哎呦！怎么了？舒服多了吧？感觉是舒服了点儿。哎，这老头，你呀，以后一定注意，你的房间要多通风，饮食啊一定要清淡。哦，洗漱要用温水，记得睡前要泡脚，要将双足浸入含有中药配方的汤药中，这样啊，不仅有助于血液通畅，还可以消肿痛、祛风湿呢。你说你这小小的年纪，怎么懂得这些呀？啊？在我老家呢，我父母也有风湿，照顾的久了，自然就懂了。